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韓阿 wing。今日我哋鋪頭翻到隻百年瑞士品牌羅馬錶，仲可以做到個破天荒嘅超級筍價俾錶迷。講緊嘅就係鏡頭前面呢4款羅馬錶嘅海岩系列。今次呢套海岩系列一共推出咗4隻色，每一款都有佢自己唔同嘅風格。首先就講下呢隻白樺樹紋面，呢個配色係走簡約高級路線，錶面上面立體嘅紋理就細緻到好似真實嘅白樺樹紋咁，戴喺手度，無論返工或者日常出街，甚至正式嘅場合都完全 carry 到，個人品味立即提升。錶面直徑係41mm，厚度只有12mm，呢個尺寸亦都可以講話係黃金比例。再嚟呢款就係黑樺樹紋面，如果中意型啲酷啲嘅呢隻就啱晒啦。黑色底色配埋深層次嘅樺樹紋，低調得嚟又有層次感，配翻西裝或者休閒嘅服裝都夠晒型格。佢呢支橙色嘅秒針加埋橙色嘅 Seawalk 系列名稱，絕對有畫龍點睛嘅效果。跟住就到呢隻鐳射綠面，係走清新復古路線，呢個色調溫和唔誇張，配埋鐳射紋理，睇落都好舒服。而喺錶面嘅3時位就有個放大日曆，睇日曆非常之清晰。手錶防水深度有100米，平時洗手、落雨或者海邊玩下，甚至游水都唔使除錶，因為佢係做咗旋入式嘅防水錶冠。最後仲有呢隻都幾搶眼嘅鐳射藍面，喺光線底下唔同角度會折射出漸變藍光，靚到好似星光咁。講完顏色同埋設計，就要講下佢戴上手嘅感覺。呢隻錶一拎上手，第一樣就係質感係超級足，鋼水夠晒厚又夠晒靚，成隻錶嘅打磨係超級滑身，無論佢嘅錶殼、錶帶同埋錶冠摸落去都好順滑，邊位全部做咗圓潤嘅處理，唔會刮手又唔會刮衫。佢嗰份手感同埋質感你係唔會想象到用幾千蚊就買到。錶殼同錶帶全部都係用緊實心嘅不鏽鋼精鋼，而錶帶嘅中間部分仲要用埋鎢鋼材質，係更加耐磨更加耐用。反轉錶底睇會見到一個透明嘅水晶玻璃底蓋，可以欣賞到佢呢副瑞士嘅自動機械機芯。錶面上面嘅時針同埋分針都帶有夜光，夜晚睇時間一樣清晰。瑞士羅馬錶創立於1888年，係超過咗130年嘅歷史。而今次呢隻海岩系列官網定價係6360蚊，我哋大圍金輝鐘錶行今次會做個破天荒嘅超筍價，仲有原廠保用，絕對係信心保證。如果想知道呢隻錶有幾筍嘅錶迷，可以 WhatsApp 我阿 wing 查詢。有興趣嘅錶迷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